无患。无患，跟我更衣。无患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见时候不早了，到处寻你寻不到，便来店里找你。无患说你不肯起，让我来唤你。殿下，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您应该起来梳洗，去界门迎接下界前来观礼的诸神。我是主神，接他们做甚？你去，你带我去。就算殿下不去界门迎接，你也该起身了。一会儿咱们朝圣殿的人都要下去乾坤台准备接掌仪式。殿下，殿里何人伺候您起床啊？我在九幽都学会了，你先去忙吧。再眯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那你可快点起身，顶多就一炷香的时间，晚了可不成了。睡过头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是要当主神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在继承之日如此荒唐呢？我就是小气了一下而已。是，主神日理万机，理应小憩片刻。你刚才说你到处找我，做什么？知天锦，我寻了几匹来给你做衣袍，等你成为主神后就能用上了。只有它才能配得上混沌主神。不周山天女万年才能织出一匹知天锦，你从哪儿寻的？听说整个神界还没有一件衣服是知天锦做的呢。早些年，我便知道总有一日你会继承主神之位，便为你备上了。早些年啊？很多年前，我看了一个小姑娘写的手札。有一个小姑娘天生神脉不通，但她心里比谁都想认真修行。她没有施恩众生的神力，却悄悄记下了这世间所有苦难的地方。她还在没有混沌之神能力的时候，便有了造福苍生的心。一路走来，她将所有心事都藏在心里面。但我看到她的伤情和努力，她所付出的一切，我比这世间任何人都明白。从那日起，我便相信，她一定能成为造福苍生万年的混沌主神。也是这一天，我等了足足1000年。你换衣服吧，我陪你去乾坤台。